来看台病院最近推出一款治疗帕金森新的手术的方法，叫做心波刀哦，是一款特殊的超音波的手术，唔免开脑部，就会当来解决身躯会出的问题。也毋过意思是表示讲，骨质疏松的老大人还无下当这款的手术。一手扣衫，一手脱牙裤，这项动作对3当前的叶先生来讲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迄阵伊因为得到帕金森疾病，所以手一直脱，上严重的时甚至含牙齿都有困难。后来台病院利用自焦超音波，又搁叫做心波刀的手术，唔免开脑就解决伊的问题。大都没办法捏嘛。现在有办法，真的改善很多。谢谢台大的团队。帮我化解了这3年多的那个困扰，睡觉也很好睡，啊，吃东西的话，你看都很方便，扣扣子、解扣子都很方便。心波刀的手术是透过超音波，用45到61度的高温，甲病人身体内底有问题的所在小可化去。病人只要戴一顶头盔，倒伫病床，就会当接受手术。主治医师吴瑞美表示，这项手术一摆就会当解决问题，而且至少伫5档以内拢袂搁复发。我们讲的这个聚焦超音波就一次性的哈，非侵入性，那因此一次性的治疗很快就是3小时的过程，那你的治疗的这个颤抖就消失了这样。心波刀手术目前还未有健保，而且病人的骨质若较破，嘛无适合做这项手术。台大病院表示，若准病人食药啊无啥效果，骨头密度嘛有够，才会建议用这个方法。记者麦上英曾派文台北报道。